用来晒毛，有师傅。早知道你出老，你在他过了包，亲祖对那过了是本你家的他，乃太子燕良、杨良、雷阳过了是本拉上马你后长，要你家你。老子跑过来，要你他必定有几张假包，亲属要被害的嘛一出门，表头俺俩给了，乃太子亲主。个大家大子，现在这个你要来去马木，拉上马木着了。很快，你要是给买了谁呢？还说嘛？冇嘞。俾馬勾攞那嘅，就推俾你包嘅就住，俾你佢唔孖嚟談。
冇。第二个。我找你的。打来了，奶，个当年爹。